要捨怒氣慢，超越一切結，彼不執名色，無愛不喊苦。要捨棄憤怒，要捨棄9種慢，要超越一切欲貪結等10結，諸痛苦不會降臨。對名色法無執著疑，無貪愛等障礙的那個人，若能益生氣，如剎失控車，愛越比善愚，如為執僵人。若人的確能控制住已產生的憤怒，就像能剎住失控的車，我、越、他是駕車員，其他人只是執僵繩者。以不怒勝怒，以善勝不善，以思勝吝嗇，真實勝妄語。以不生氣戰勝憤怒者，以善戰勝不善者，以布施戰勝吝嗇者，以真實語戰勝遂虛妄語者。實語不生氣，雖笑亦能施，以此三因故，能去諸天界。要說真實語，不應對他人生氣，即使很小物品，也能施予有需要的持戒出家人，以此3種因，能去到諸天跟前每天界。彼無害牟尼，常以身防護，彼往不死樹，去而無悲傷。那些不會傷害他人的，以牟尼行以證道果的無學牟尼，時常以身等3門防護他們前往不死涅槃之處，去到那涅槃處後無悲傷。常保持覺醒，日與夜修學，志向涅槃者，諸流趣滅沒。時常保持覺醒的，日以繼夜修學着3學的，志向涅槃者，諸流走向滅沒。自古皆如此，非僅今日言。沉默者遭非，多言者遭非，悉言也遭非，細磨不遭非。自古以來就是這樣，不只是今日才這樣。沉默地坐着的人遭批評，話多的人遭批評，說話適量的人也遭批評。在世上沒有不遭批評的人。一直遭非者，或只受讚者，未有將無有，現在亦無有。一直遭批評的，或者一直受讚揚的人，過去不曾有，以後也不會有，現在也不存在。智者若日日鑒明後讚歎，倘無暇言為，具足慧戒者。明智者們，如果每天鑒別批評或讚揚的緣由後，會稱讚那不斷修學或生活無暇的有智慧的具足世出世間慧和4遍淨戒者。如純金首飾，誰能批評他？彼為諸天讚，亦為梵天讚。就像瞻部金純金的金幣首飾，誰有資格能批評他呢？即使諸天也稱讚，即使大梵天也稱讚他。當護身惡行，應以身防護；捨斷身惡行，以身行善行。要護好身惡行，要防護惡行由身門進入；捨斷了身惡行，以身要行善行。